英国哈利王子出册亚康王室的内幕，那英国国王是下令，将哈利英国唯一的别种收回去。日本版的大众感冒药啊，内底成分 dihydrocodeine 是台湾的管制药品，验药可能会有毒品反应。埃及有4500年历史的吉萨大金字塔，北边的入口发现一条9公尺长、2公尺宽的密道。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眉，邀请大家踮台湾看世界，用台语了解国际台。英国哈利王子甲因某梅根2020年的时阵宣布退出英国王室，即阵因的别种嘛，互国王下令收回去。哈利甲王室的关系是愈来愈歹。咱对王室概念，大概就是对囡仔过来的，形象就大概亲像哈利的阿兄威廉王子甲因阿嫂凯特王妃安尼，从礼数凡事照规矩来。不过，咱今日的主角哈利王子，伊自细汉就毋是这款风格。未成年食酒、开 party， 互人翕到烫捌摕相片，王室本地就真头壳疼。3年前，哈利翁仔某退出王室，自迄阵开始，因翁仔某就一直亚康王室的内部。梅根伫咧2021年接受访问的时阵，讲王室种族歧视，因为伊深色的皮肤毋互因囝王室的头衔。去年底、今年初，哈利翁仔某是出纪录片甲回忆录，这内容是充满争议。哈利讲，伊当初为着小偷失去妈妈戴安娜王妃的痛苦，伊是捌食毒。佮讲因阿兄威廉王子自细汉就无介意伊，佮捌甲拍。也若是凯特甲梅根这对同婿仔，因嘛是袂合。针对这寡指控，王室是有家己的解释，咱无法度评论讲啥物人对，啥物人毋对。不过有媒体是分析讲，哈利失去王室的经费了后，为着趁钱，就侮辱王室的议题。三色人讲五色话，这出大戏也有通好办。don't know how staying silent is ever going to make things better. 英国王子哈利在今年1月初10出版回忆录，被为进前，我接受媒体访问是真大方在讨论。伊伫册内面讲，因阿兄威廉王子是捌甲拍，两个人嘛捌联手反对因爸爸和卡米拉佮结婚。哈利强调写出真相，毋是要出卖厝内人，但都是想要互关系变较好，但结果煞毋是安尼。英国媒体报道，新册出来第2天，英王查尔斯3世就决定讲要甲伊和梅根伫英国大的弗洛格摩尔别种收转来。因翁仔某的发言人嘛已经证实这个消息。伫王室温莎领地的这间别种是1792年起的，本地是一年过身的女王伊丽莎白2世送予哈利结婚的礼物。伊当初王室真感慨，代表8000多万去装潢，但是因带无一档就换去北美。即马大个所在嘛无啊，外界关心哈利敢会去参加加冕大典。There's a hierarchy of the family. You know, there's leaking, but there's also planting of stories. 伫出版新册之前，哈利翁仔某嘛有接受节目的访问，佮推出纪录片，一直对外讲因伫英国王室是受到真侪委屈，但是公开个人和家族的厝内底，虽然互因趁真侪钱，煞嘛互伊和王室的关系到史上上歹。另外，这间别种互查尔斯国王收转来了，传出讲伊拍算互牵涉到男女关系歹代的弟弟安德鲁王子来带。公司新闻张回斌编译。柬埔寨反对党的领袖金索卡，和政府指控煽动街头抗议，勾结外国势力，涉嫌叛国罪，甲判27年的有期徒刑。不过金索卡2017年红掠事件是互人真怀疑讲，敢是执政党的政治压迫。因为迄年的地方选举，金索卡的政党票开甲足好，外界就分析讲，执政党敢是惊去互揪落台，才甲在野上大党的头人掠去关。即马69岁的金索卡，对1993年开始，就拢出现伫柬埔寨的政坛，佮长期做反对派的头人。2012年，伊创的人权党和其他的反对党合并，成立柬埔寨救国党。后壁伊嘛加做救国党的主席。2013年的7月开始，反对派的支持者因为指控大选真侪弊端，一直行起咧街仔路示威，加上多讲对上届薪资不满，抗议的声势一直烧到过年的7月。伊当阵是调野
者拢退一步才和平收场，但后壁嘛影响政府指控金属卡叛国。2017年6月地方选举，救国党的表现真好，得票率和席次，拢和总理洪森领导的执政党柬埔寨人民党特别相共。到9月，金属卡导红指控讲勾结外国势力，煽动2013到2014年的抗议，以叛国的罪名轰掠。超过1冬后，才交保嘛是限制自己。这段期间都是2018年7月的全国大选，反对党无头人嘛，互执政党大赢。金属卡一直到2019年的11月，伫国内才会当自由行动，但嘛是袂当出国。甚至定数因为疫情是延到2020年，这个月初3一审判决。Verdict is for us in the defense. It is unacceptable, since it is injustice. Appeal the verdict, but I don't know whether the position of our client. 同款出现伫法庭的美国驻柬埔寨的大使莫菲表示讲，美方对这个结果真烦恼。国际人权观察组织是强调讲，规个过程拢看出柬埔寨的司法体系是完全受到洪森政府的操控。公司新闻7家人编译。世界上大大后，带大家来关心国际主流媒体新闻重点。头先先来看日本产经新闻。为着防止佫发生人客无卫生的事件，日本库拉苏市是利用 AI 掠人客科技的动作。韩国朝鲜日报报道，美国将公布国家网络安全战略，甲北韩、中国、罗西亚、伊朗列入网络敌对国，宣布会先下手为强，甲对网络安全有威胁的组织隆重灭掉。英国探报道，英国有一寡信极端保守犹太教民众，甲满13岁查某囡仔送去自然宗教学校。不准讲英语，引起宗教自由煞去压迫着囡仔教育权的争议。昨日是美国《纽约时报》指出，美国的法律世家出身出名律师梅多克涉嫌杀死某囝，陪审团裁定谋杀罪成立。上尾是华盛顿邮报，两个伫咧2020年国会暴动受伤的警察，美国前总统 Trump 要求伊为煽动民众负责。Trump 是辩讲，总统执行职务唔免犯法。不过，美国司法部是裁定，受伤囡仔会当甲 Trump 告。香港尖沙咀一栋业的完工的大楼，昨半暝着火烧，是烧甲一暝，炭烧到附近的6栋大楼，烧9点钟才拍火。大火一直烧，还佫有大有火光的碎片落落来。香港尖沙咀这栋差不多40层，还佫起当中的摩天大楼，初日半暝发生大火，火势拖甲真紧，规栋大楼陷入火海，都亲像大型的火条。加上迄个时阵风速未细，佫互周边至少6栋大楼甲主体遭受波及，包含起来当酒店顶差不多有130人紧急疏散。有啲聲效啊，有啲爆，有啲可以爆嘅聲音啊，跟住都現場就係有一陣味嘅，有陣濃濃地嘅味。On était effrayés parce qu'on a vu toute la population s'arrêter. On est passé tout à l'heure avec nos collègues. On a vu des locaux délogés de leur appartement, partir avec des valises en 3 minutes, sans rien. Et c'est une scène honnêtement apocalyptique d'horreur. 落落去的火灾啊，也造成2名过路司机甲一个附近大楼的住户受伤，毋过无其他人员伤亡。香港消防处伫初3透早将火警提悬到4级，因为高楼起火，拍火难度真悬，火势一路继续将近9点钟，伫早起8点外才得到控制拍火，部分交通也受阻。中间道甲弥路道之間封起來，巴士挨街道。咧係一個興建中嘅大樓，所以一般喺大廈裏邊見到嘅消防裝置設備咧係未投入使用嘅。大量嘅建築材料，例如一啲木板啊、鐵枝等等咧，係大大咁樣阻礙咗我哋嘅推進。消防員目前繼續喺現場夜水降溫，也要派人去了解大樓坪仔計是毋是有安全風險。香港媒體報道，這棟大樓前身是海關之家，由德國集團改起做俱樂部甲飯店。按算伫2014年要開幕，去年也捌發生過一擺火警。即擺這棟建築受損嚴重，損失還佫高升。記者綜合報道。疫情解封，大家總算會當出國遊覽。咱台灣人上愛去的國家就是日本。除了去佚佗，有足濟人攏會買真濟藥仔轉來，真像這胃腸藥仔、目藥水、維他命，攏是上濟人買前3名。不過，咱今日是要提醒大家，這款大眾感冒藥仔日本版的內底成分是包含 dihydrocodeine，
这款成分伫咱台湾是管制药品，食着会调，而且严重可能会有毒品反应。万不伊食了身体无爽快，嘛无法度申请救济。另外，这款 EVE 止痛药啊，伫咱台湾嘛是无核准的。提醒观众朋友，这款日本的药啊，食着可能真有效，迄是因为讲因的成分下较重。所以讲，咱会分日本版甲台湾版，就是因为有一寡成分咱台湾无核准，若是要食，也是爱问好清楚。各种药啊摆满街啊，未少民众去日本佚佗，拢有去药妆店买物件现停。不过购买当时爱注意，有药师就提醒民众定定购买的日本版大症感冒药，食一粒镜头真紧就跌落来，伊内底有2氢可待因的成分，是属于鸦片类的止嗽药啊，若做验药，恐惊验出毒品反应。医生在开立非常严重的一个顽强性咳嗽的时候，医生才会开这一类含可待因的止咳药。在台湾一般处方的一些可待因的止咳药的话，最高含量也只有到5毫克，但是的话，在国外买的大正百宝能的话，我们发觉到它的可待因的成分是含到8毫克左右。详细看大症感冒药的成分，包含治疗气管气骨喘、起荨膜的盐酸甲基苫、加解热镇痛镇嗽剂。台湾做的甲日本做的相大无共，都是日本做的有台湾无许可使用的2氢可待因。食药署伫2017年把这个成分列做管制药，因为2氢可待因食了后，可能会食调理，也佫有呼吸压制风险。国内未满12岁的囡仔，也佫有伫饲龄的妇人袂使使用。若是身体出现不良反应，无法度申请药害救济。也佫有台湾人真爱买的 EVE 止痛药啊，专系咧拢有定这成分，台湾还未核准使用，食了后可能出现不良反应。阿利来说 propyl acetylurea 这种成分的话，它有一些轻微的镇定作用。那另外对少数人，它会造成血小板数目会减少，会增加出血风险。药师建议民众为国外买回来的药物，若是对成分有疑虑，会当去药局询问，以免食落去煞造成身体的负担。记者综合报道。另外一项新科技是机器刀子，因为人工贵，人佫会忝。最近是有真侪餐厅拢利用机器人来到做披萨、到煮物件，或者是烹菜互人客食。不过前一阵仔，克罗埃西亚是开一间餐厅，因的机器刀子是佫较厉害。只要咱人甲食材传互好势，机器刀子就会照步来下油下料调咸正，时间才甲拄好。这款机器刀子因为一步一步拢经过设定，做出来的物件气味稳定，速度佫紧。即阵是已经会晓煮70种无共的料理。伫餐厅的厨房内，店员甲一块一块切透的肉、토마토、细块面粉粿仔，佮有其他的材料拢准备好，放入去盒仔内面，刷落来就交互机器来处理啊。机器会甲材料拉好熟，按照顺序，该放油的时阵放油，该掺糖的时阵掺糖。该倒酱料的时阵倒酱料，伫几分几秒的时，爱甲肉也是面粉粿仔淋落去斗阵煮，拢算甲准。毋免一时啊，一碗香公公的意大利马铃薯面粉粿仔就煮好啊。Hrana nema uopće razlike između radio i čovjek, robot. Hrana je top, nisam ništa ostavio na tanjuru i ali sam vidio da je kuhao robot. 这是伫克罗埃西亚首都萨格勒布，无偌久之前开的一间机器餐厅。事实上，最近这几年有袂少餐厅拢会开始使用机器人来斗三工，但是大部分是用伫做披萨、包水饺、煮马铃薯条，也是用来送餐予人客，做一寡较简单的工课。参像这种会晓自头到尾煮好一项料理的机器人师傅，应该算是全世界头一间这款的餐厅。U našem showroomu praktički educira robota kako skuhati jedno jelo. Kad ga educira, robot to zapamti, memorira i onda to može repetirati, ponavljati milijardu puta. 目前这种机器人煮食师傅已经会晓煮70种无同款的料理。用机器煮食另外一种好处是速度真紧，15分钟就会当煮好4项料理。研发出机器人师傅的餐厅头家讲，这种机器一台计销1万块欧元，差不多台票32万，买一台就等于请过来的师傅，真会好。既然负责煮食的是机器人，餐厅嘛真趣味，特别穿2个放小费的管仔，予人的小费是落钱。若要予机器人小费，就落一寡机器用会到的细项零件，来鼓励机器人师傅继续煮更较侪好食的料理出来。记者感恩编译。埃及的金字塔是世界也无法度解说的谜，内底结构一直拢是考古学家咧研究的重点。
但这座有4500年历史的紫砂大金字塔，伊伫咧北边的出口顶悬发现一条9公尺长、2公尺宽的通道，药讲可能是用来重新分配金字塔入口的数量，嘛有可能是抑阁有未互发现的空间。咱即阵来看考古学家翕到上新的相片。扫描金字塔研究团队的考古学家找伊伫紫砂大金字塔前写大荧幕，播放以6公里宽的内视镜翕到金字塔通道的画面。这条9公尺长、2.1公尺宽的通道，伫大金字塔北边主入口顶悬7公尺悬的所在。这个所在有石头做人字形结构，画面显示内底有石头做的壁，也有半圆形石头的天棚。因是伫2016年首先利用标注形象术侦测到这条稳重的通道。أغلب الظن هذا الممر أو هذا الكوريدور لتخفيف الأحمال. هل عندنا أمثال واضحة لمثل هذه الممرات؟ طبعا هرم ميدوم في ممرات لتخفيف الأحمال ولكن السقف مقبي. 有176公尺悬的紫砂大金字塔，差不多是西元前2609年至2584年起的。古埃及第4王朝的古夫法老统治期间，1889年巴黎埃菲尔铁塔建造完成前，大金字塔一直是人类最高建筑的纪录。2017年，科学家也捌伫古夫金字塔内部发现一条封起来的通路，一个30公尺长的空间。出名的考古学家哈瓦斯是讲，这个重大发现有助公开古夫法老的墓仔，甚至还佫伫咧金字塔内底的真相，而且佫等几落个月就会当了解。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英文有一个骂人的词 ，spaz 是口开真重、真侮辱人的词。用咱的语言来讲，就亲像是咧骂人头壳歹去、脑筋破去的意思。这款形容词，互真正有脑性麻痹的患者听起来是足无爽快，亲像去互侮辱。所以澳洲有一个脑性麻痹的作家，伊是利用社群媒体，甲美国出名的歌手 Beyonce 甲 Lizzo 抗议讲，因的歌词当中袂当用这款骂人的词。即阵这两位大明星嘛同意甲歌词改掉。个流行歌的天后 Beyonce 去年新专辑的歌曲内面是出现 space 这个，互认为讲有侮辱脑性麻痹患者的字。另外一个流行歌手的朱丽柔，嘛互指出讲伊的歌 Girls 嘛同款有使用有侮辱性的词，带头抗议的人是伊，即马23岁，对澳洲来有脑性麻痹的作家迪维尼，伊一出世到这个边，5岁开始就坐轮椅，但是伊完全无要认命，爬过澳洲的高山了后，伊佫挑战流行文化。Hey Lizzo, my disability cerebral palsy is literally classified as spastic diplegia, where spasticity refers to unending painful tightness in my legs. So your new song makes me pretty angry and sad. Spaz doesn't mean freaked out or crazy. It's an ableist slur. 因为你是透过推特用丽珠和Beyonce来抗议，丽珠就随道歉，而且把歌词改掉。Beyonce嘛同意用新的版本来代替。迪维尼是真勇敢，替新众者来发声，嘛互伊伫网络顶悬唱起来。即马伊进一步要催成新种迪士尼公主。And the reason for that specifically is because Disney princesses are the ones that get the most visibility. Like they're the ones that you see on the bedspreads and the toys and the books and the birthday parties and the Halloween costumes and all of that. So I kind of wanted to go for like maximum visibility with my choice there. 因为你伫2020年伫个社群网站提出这个想法了后，即马已经得到64000人的人数，包括好莱坞的影星拢去支持，嘛互迪维尼感觉真欢喜。伊认为讲家己虽然行动顶悬较有障碍，但是好佳在会当读、会当写，讲话嘛袂歹。伊希望会当用家己的优势，替国较侪心障者来争取权益。公司新闻张慧敏编译。感谢您收看今日的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眉，咱后礼拜同一个时间再会。